非常欢喜，咱今日再次咱面来开这个体育班。当然，咱讲日月如梭，风雨如此，一年已经搁将近要结束。咱好有感受着讲，遐年咱咧过年，今日要开始要结束。所以这大家讲岁月的无情，因为人生的过程内底当中，生离别、生存怀抱、生老病死，这是人生的一个过程。互咱感受着讲非常的抒发。伫这抒发的过程当中，咱会感受着讲，人生咱的这个世间到底我是啥物意义？来这个世间到底是什么目的？这互咱感觉需要去做一个深刻的检讨，做一个研究。虽然讲死不久于他，只叹死不久于修。生死这是一个循环，生死这是一个定理，走袂离的事实。但是上界重要就是讲，咱人要离开世间以前，是毋是讲今日咱有把咱这个世间的功课已经做好势？昨暝我一个阿舅，我的师姐因为昨刚送走已经胃口得了，但是当然恢复着我的阿舅，当然在早年继续阮放假了后，我对伊嘛无介了解。但是尾慢慢中来成人，当然我嘛对我这个阿舅嘛是了解。但伊拢连人生的点点滴滴，我嘛真清楚。所以呢，变成讲我阿舅会当求道，嘛当修道，嘛当参考。这嘛是真正有福报。尤其昨咱嘛真侪咱的父亲去做一个对书最后的送别。感觉讲场面庄严肃穆庄严肃穆。所以呢，这是咱人生无变人世上，人生嘛无变过时光。但是我拄则讲的，伫这个过程内底当中，这是一个是一个功课这是一个功课。但是咱上界重要，就是讲要安怎对咱的心性，要对咱的心性去提醒。修道就是修心，办道就爱静心，成道就爱求心。所以呢，修道就是修这粒心。咱同学成日有思考，伫咱修办道，咱行过30年，行过50年，行过40年，行过20年，无论你行过几年拢无要紧。但是上界重要，就是咱这个心伫修办道过程内底当中，心是真正有进步。这嘛是咱真正面对一个事实。你办偌一个道，你做偌一个工课，总是一个表象，嘛这对你的心情一点仔关系拢无。是安怎讲？因为修办道、修道是内心的物件，办道就是修好的物件。修道就是修慧的物件，办道就是修好的物件。这点咱要做清楚。就是讲，咱今日办道会当利益众生，咱今日不当压力不当，会当替不当来做代志。因为安怎讲呢？因为今日修办道，修道甲办道是一个外口的工课。然后咱大家咱大家来扶持，咱大家来配合。基本上来讲起来，这个道场无人咧会走。就像讲今日咱开这个班，如果若无人来排椅若无人来整理活动，甚至若无人来督办，伫遐咧做烹饪，咱今日要办这个心传班，咱就心传袂起来。因为这就是有一寡办道人员专门咧负责这个活动的这个作业、甲清洁、甲督办，甲挂号
头九种，这是办桌工课。办桌这是真简单的物件，就是讲我交代你去做什么工课，你就去做什么工课。这个工课，这就是一个程序，有纪律的行。所以咱办桌项目面内底当中，你的爱上会讲起来完全是无问题。但是，佫一个足重要的工课，就是我拄则讲的收桌。收桌就是个人的工课，办桌就是团体的工课，收桌就是个人的工课。这点咱要了解。现在讲呢，因为基本上，咱收桌除咱24小时24钟，这拢是咧收桌的物件。咱有感受着讲，咱离咱的厝也好啦，离咱的工作岗位也好啦，离咱课程也好啦，离你的这个游行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好啊，这拢是24钟，拢是这条心，拢咧收这条心，咧收这条心重要。咱感觉，来到这个道场，这叫做环境。环境大家感觉足自卑，咱就会起心动念，会生心到无念，应该即较少。现在讲呢，因为环境大家无通安尼，但是咱若今日去等于到咱的厝，还是等于咱的工作岗位，还是等于咱每一个所在的迄个时阵，迄个真正的靠咱的工夫嘛，敢是安尼？迄个真正的靠咱的工夫。时时这念头，免头按住就好势，免头控制就好势，这是一个上当的工夫。所以，我想找到金刚经，离佛咧甲你讲，温和应诸，温和较无疑心。这是金刚经，离须菩提问佛的这两个问题。温和应诸，因为你修办桌内底当中，我要怎安住这条真心？要安住这条真心，我要怎控制这个妄想心？这是须菩提问佛的两个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嘛是属于咱的问题。2562年的今日佛陀甲伊的须菩提解说讲，应如是住，应如是合乎其心。随时讲咱如何足简单用语言甲咱做一个解答。但是可惜，咱要挑这句的意思，可能嘛是较简单的代志。但是我今日毋是要讲金刚经，我今日找到咱的这个几分钟的时阵，要甲你讲，咱温和应诸，咱来知影，这条心修是世人修的好势，毋是修一世人尔。咱离道心劫来，咱离道心道劫来，离咱的无数劫以来。咱就是修这条心修的好势，咱若大家做地藏心。今日咱若修这条心修的好势，咱今日最起码由于离四圣地，什么叫做四圣？四圣地叫做阿罗汉，第二叫做辟支佛，第三叫做菩萨，第四叫做佛。这里佛的四圣内底当中已经列入圣体内底啊。因为圣体内底当中，因为伊的贪嗔痴这物件无去啊，因为一直到走去迄个四圣的最基站的阿罗汉，因为要去到阿罗汉的当中，因为迄个上歹当的三品就是贪嗔痴。咱各位姐妹，咱问看卖，咱心里要有贪欲，咱的心里要有嗔恨的嗔欲。咱的心里要有痴欲，咱要有这三种。咱基本上人都有这物件，就代表你要进入阿罗汉，你阿罗汉，你还搁伫轮回中，互你上愿也比较天性，互你上愿也比较天性，因为天性是受福，伊绝对还袂进入到迄个火。但是因为咱拄则咧讲的贪嗔痴，所以过去咱观世音菩萨当初话。昔日所作诸恶业，拢是来自无明的贪嗔痴。昔日就是过去道心劫，离道心劫来叫做昔日所作诸恶业，咱所作的恶业业报，所以拢总是来自无明的贪嗔痴，这三毒因内底去作怪。但是咱知影，来到这个环境。
这个叫做梵定，定叫做定爱，定嘛是叫做无清气的所在，叫做两定。那定，这个叫做了无性的物件，但是咱知影，要去除咱外口的定，足简单的哦。咱即间厝的定爱要甲去除，嘛真简单，大家拼入门就真清气，敢毋是安尼？但是要去除咱心理的定，你甲想好较简单无？你有较简单无？所以人讲一句话讲安怎？讲安怎？讲迄个迄个无名就是亲像春天的草啊相像啦。但是因为有当时啊，你用我手机甲我话咧吼，人安怎讲迄个春天啊吼，迄个草你甲挖清理了后，若拄着雨水了后，是安怎？迄草啊，都冒出来，敢毋是安尼？咱今日去收到就是参像安尼啊。我著足认真咧收啊，我嘛足认真咧收啊，嘛足用真咧收啊，我嘛足忍耐。但是你忍耐，对不对？但是你甲我讲，我拢无脾气啊嘛。你拄着经了后，你迄个无面就咧夹下边，你个歹看面就咧夹下边，你个青面就咧夹下边，你个无欢喜面就咧夹下边。当然，迄嘛都是国客，迄有够厉害呢，迄即水是装出来呢，迄拢免经过思考的呢。哦，所以人讲，你迄个避免太要紧，你的翻脸如翻水，你的避免才能翻转那些啥，是咱伫心理上甲咱的外表独一的念头就是装出来。这个装出来就怎样？因为伫你的心内有你的经济力内底，你的经济，我来做一个简单的比喻。迄张草啊，虽然伊内底是经济，你甲斩除了，拢是叫做表象。好简单叫做表象，就参像我即条头毛，我即条头毛，迄2日当中吼，经过了18天尔，规个头毛拢白色色，头毛啊，我感觉真干。但是我做面呢，当去甲剃的，剃条有好嘛有啦吼，剃条好嘛吼。但是我若搁经过几工，经过10多工啊，我那无好看咧，因为你甲剃了了，能叫做掠，能叫做掠。咱家己一条心，咱讲的时阵，这条心，会负面的经济，那伫咱的心理上来讲起，时时刻刻都有影响。是安怎讲？是安讲，迄个叫做无定时的走，无定时的走。咱二八年含迄个红晒的大细线，会发脾气。咱去到外口，会贪人的物件。你欣赏外口当中咧，是安怎？我看咧网吼，迄印度啊，印度人是较歹听啦吼，印度啊是看较无起啦，印度人迄查某人吼，迄穿迄衫拢真大哩了，迄咧讲刮物件，迄托花有偌厉害，你敢知影？你网络看，伊迄个起到开，这包衫装夹的，可能内底唔知啥人调到调，我唔知。这包物件衫装落来安怎扛的，像我这样扛，行出都不能摆。都有咱监视系统来，监视系统来清清楚楚嘛。若无监视系统看到，伊个印度啊，拢穿迄个即个衫，你也毋敢去迄看卖对不对？但是咧就得清清楚楚，规大包物件，大包物件，迄我要摸反正一枪摸，但是伊衫就讲规骹安尼夹的吼，迄可能准备咧调来头的，我相信讲两支骹水夹迄个物件夹袂夹，但是伊去啊调的，合的当中无坏，有厉害无？迄款物件就是一款的心理，就是看到咱的物件，伊就爱去爱，伊就想出一个办法，伊就要去贪咱的物件。甚至物件，伊的心念就是贪念。各位前辈，咱想咱，搁有迄个物件，咱嘛袂去，要去甲伊克。咱看到，其实看到，咱甚至咱做咩无咱，咱嘛袂讲我要爱，咱绝对袂去即个道理。是安怎？因为咱有心。咱若即阵看到咱的物件，心咧动，念头咧生，迄个时阵你就爱注意，就是代表你收一个贪念，即个贪念的经济你安低，即真可怕的物件，你会当对这行动，
亲阮的亲，你会发脾气袂？若袂发脾气，你举手我看卖。若袂发脾气的你，对下，你本来才袂发脾气对啦。你对下拄着你的翁婿，你翁婿甲你讲两句，你的先生甲你讲两句，你的太太甲你讲两句，哦，你若袂发脾气，我变紧条啊，真烦哦。可能赵老师会发脾气，赵老师来无？啊，来以前咱好嘛是，有咱无闲在去啦，吼，啊，这拢是咱咧下教。哦，妻夫妻一语唔听，要听十规，这叫做夫妻。正见唔行，拢行偏见，要行邪见，这叫做夫妻。啊，所以咧，今日日当中咧，因为时间已经到，啊，咱非常诶难得，啊，咱爱上诶这个少年兄吼，给伊个第一主讲吼，咱少年应该只要爱上诶讲起，大家对伊嘛无陌生啦吼，大家对伊诚熟悉。第一，因为伊诚有能力推动业务，会使甲讲非常诶积极。第二，因人缘嘛诚好啦吼，啊，处处结善缘，啊，所以呢，因为道合。啊，大家嘛肯定啦吼，啊，所以呢，今日咱爱上啊，有遮恁啊优秀的这个领人啊来今日甲咱做一个主备吼，啊，所以今日伫这个前点钟的时间啦吼，咱大家以啊最真的心啦吼，吓最真的心来欣赏着咱啊这个少年领人啊为咱来主备啦吼，咱好啊讲到这个所在。最后，祝福各位大家身体愉快，身体健康。好，谢谢。感谢点完师前道鞠躬，婚道鞠躬。各位前贤请坐下。请领认慈悲。前道鞠躬，婚道鞠躬。各位先请坐，请坐下。老师助理在座各位顾问、各位领人、副领人、各位组长各位这代表大家早安。好啊，非常欢喜，今日呢会当有这个机会来甲咱随这代表共同来学习。那么当然，学校有话爱感谢着上天甲的之恩，咱祖师爷皇族，咱师尊师傅他们大人的良因来着。有咱好建议五大仪式，有咱仪式大那些以及是个点来水护庇，有咱周前人的运会，咱洪点师、王助理以及咱各位这代表教学校的栽培教育，那么学校呢，今日嘛只有这因缘呢，而且强学，因为学校呢就从咱爱上活动落成，到即马呢，我可能是第一次。伫这个台语班呢，来甲各位亲戚学习，因为呢，学校咧有派去个国语班吼，因为学校要讲国语啦吼，所以助理就甲我派去国语班，所以呢，学校伫这个年尾最后一班的启会班的这个因缘，学校呢伫这个台语班来甲咱注意这个代表共同来学习，不过是学校呢爱家己精进。会当达到讲互法伫学生，甲互法伫士官长的信心，会当更加进步。那么不过，这拢爱感谢着咱点文师、甲咱助理、甲咱各位前员不弃。那么学校会使讲会知影咧，毋知安怎早暗才是上欢喜呢，拢困袂着啦吼。所以应该是已经学习遮尔济单。这个体会班有时去别个单位，佫袂遮紧张咧，站袂紧个，应该是欢喜啦。学校会知影讲太拢困袂去，迄12点时钟12点佫困袂着，是要安怎行即要安怎？但是呢，上天注意啊，应该先困几点钟可是读也足重的所以呢，伫等一个学习过程，如果有麻烦，还是疏不待意的所在，请咱点老师助理。各位先生，咱老学多多的包涵、甲见谅。那么学校当然今日呢，有以一个
主题来甲咱各位前辈共同来学习。好几千前线，我惊啥哦？啊，要甲资料拍的，我给点吗？因为呢，学校道理捌无足济啦，电脑师吼，伊拢迄个出口的真感情的哦，啊，互我对经典无种研究，所以学校以着咱学校学习而且心得，来甲咱注意前沿共同来分享。那么学校今日要学习的题目就是即个题目。如果若有前沿内底的一般呢，有听过互我学习，啊，你搁稳固而自信一下吼，因为互我感觉即个题目呢，虽然学校题目无好，可是互我感觉即个题目伊的意思甲伊的意义，会使讲非常的好哦。做一个心灵的富翁，各位前沿，咱来到这个世间做人。哦，当然，人较有福报的人吼，伫不动产财务方面呢，会使讲非常济。那么，若较无福报的人，人讲要食三顿呢，就有困难。哦，今日有别人食问仔载，迄饭毋知伫倒。哦，因为咱伫学校做着爱心会，而且学习的过程，看着真济真正，人讲过去世无做福报的人。来到这个世间呢，伊伫即个物质方面的享受呢，就会使讲真济欠缺。但是学校感受讲，咱今日若如果咱来进入到学堂来学习呢，咱这个老师教咱讲，入五门不平，哦，出五门不富。那为什么讲入五门不平呢？学校真正的体会，就是讲咱学真理了后，这真理是上天赐予咱最珍贵的礼物。那么咱只要是来学真理，明理了后，咱拢是心灵的富翁。为虾米安尼讲？因为来到学堂，就是咱心灵的改造所。哦，要离开学堂，互咱足大的受益；要离开经典，会当积极咱的坚持。哦，啊，无离开咱的所有的这正线知识，伊会互咱增加咱的观点。哦，因为时常甲咱鼓励。那么学校伫这个图面为虾米用一个稻草人？各位前线，互咱摇会对人掠手，为虾米要用一个稻草人？掠手啊，我无早咧舞啦，咧舞跳的啦，无人掠手哦，无人掠手就我甲你讲啊。为虾米学校的查某囝用迄个稻草人？就是讲，这稻草人咱拢会讲，伊是有体无魂的稻草人，对不对？伊有即个人的体。但是伊无即个灵魂，哦，生命上伊无即个灵魂伫个，所以呢，咱各位前辈，咱既然人生难得来到这个世间，咱既然做人，就是有修行、成就佛道的这个机会。那么咱今日有这个机会了后，咱是不是要把握？哦，咱望做有体无魂的稻草人。那么学校伫遮感受讲，咱今日要成就这个有体无魂的稻草人，首先，咱心中要有真理，心灵的滋养呢，要非常的饱满。互我时常咧体会，嘛时常咧分享。咱人生有4本的家庭谱啊，对不对？第一本一定要有健康。咱今日在座诸位前，包括学校，咱就是有健康的身体。咱今日才会当行到遮呢。像阮载因即嘛有来，阮载因顾问吼。伊拢讲，你要去参班我咧。过去咱的载因顾问各位前线，咱拢捌对不对？有够诚心的，真正咱拢甲按一支赞的。但是即马因为咱这肉体诚蒙古的，对无？伊的胃肠阁无好，所以即阵伫厝里呢静养着伊的身体。哦，看着载因即马要来入班，伊讲我咧。各位前线，人讲到迄个时阵已经心有余力不足。所以健康的一本家庭话，各位前线，咱一定爱好好甲徛好好哦，就是爱会行会走会讲话会点头，不管咱学到几岁，拢阁有健康的身体，迄就是咱健康这本图啊吼，有拄条个好势。内阁有啥物图啊？现金的图啊，哦，现金存折，大家拢有一本对不对？囝无济吼，咱拢放
咱家己知。但是各位前贤，若无健康的身体，后壁遐个都免讲，对无？你剩搁较济，也是伫家庭互我内底，无法度去领来开。亲像互我连这阿母，拢常常讲钱稳豆又袂食钱。若无你买转来，啊，我要安怎食饭？要头水果人食，较有啥物人食？但是即摆弟弟转来住落厝啊，互我变足自由的吼。那么来个人际存折，真侪个家庭互我，各位前贤，咱有可能你也袂入来道场，袂当熟悉像今日遮尔侪人，对毋对？这拢是咱的人际关系。那么而且伫咱的道场内底，咱的资源非常的丰富哦。只要你家己道场来学习，上天互咱的机会是平等的。咱要出国开荒，还是要到台湾认真来修班，咱拢会得到足好的人缘。第四本啥物？就是功德的一本家庭簿。这本是咱要查的，拄则互我讲的3本吼，拢会留伫世间，咱拢查袂转去。那再来一本功德，一本家庭簿啊，是咱利用以后，拄则咱黄老师甲咱准备的4不足谈，定是要等于无偌重要，对毋对？逐个拢爱行一转，逐个机会拢平等哦。因为昨阮去佛山，因为咱帮太太是去佛山进入佛山，那么互我去的时阵呢，互我到南楼，因为我早10天无到佛山，迄个观音庙，啊，互我去。啊，即摆南楼咱比较快，各位前贤，因为吼，咱迄个育儿圣堂的大团拢迁转来啊吼，啊，所以较足快，啊，互我都安尼想，伊先来到遮，互我伊互我阿嬷吼，活到96岁，毋通囥伫下南楼，互我连姐阿嬷互我92岁倒位去村口，那么伊就活到96岁，因为民国前5年生，哦，啊，伊民国90年来回天交际。那么你即个，互我甲伊开即个灵骨的迄个客啊去看阿嬷的时阵，96岁较特去咧，互我阿嬷咧。哦，那么各位前贤，伫即个过程功德的存折，互我阿公囥伫4楼，互我就甲伊刘讲师讲，刘讲师慈悲哦，迄阵阮足想要甲阮阿公咱去南楼，因为阮阿公尾仔拢食素食。伊讲，不恁阿公哦，我有印象哦，敢若无亲口。无伫村口外，就袂当叫阮阿嬷囥南楼，然后伊就甲互我准备讲吼，西方的各位是人间人，哦，你要囥南楼才能看，互我落去4楼，你讲知影偌矮，哦，迄密麻麻一栋吼，要找阿公叫阮阿祖的曲仔，互我伫遐找偌久了。所以各位前贤，这也就是讲本功德的存折，不管讲虽然阿嬷96岁来回天交际。伊甲92岁较深口，伊无法度通做出侪代志，可是伊食4年的素食，哦，持斋4年诶。各位前贤讲，一期斋就饱就好，吼，啊食4年了后，伊转去就要囥南楼。这也就是讲，咱今日讲到一本家庭簿啊，是咱后开要查的，哦，各位前贤，所以咱今日要学习，要做一个心灵的富翁，心中一定要有真理，而且爱会当明理。哦，去除咱本来无的这不正经啊，互咱的佛咱开示悟入，佛的正知正见。不过咱来咧听道理，就是要互咱会当转念一意。哦，伫这世间会拄着足侪烦恼，足侪袂顺利。但是咱只要咱心中有明理，咱会当转念，哦，会当家己转一个念。咱转一个念了，咱就烦恼即菩提，哦，烦恼即菩提。所以呢，首先。互学各位前贤，今日互学有做者影片，安尼拢茫困吼，爱注意看影片。但是咱老菩萨，迄影片拢古久的吼，互学甲咱翻译一下哈，甲咱翻译。啊无迄影片拢古久的，咱可能会看较无。但是咱看影，看迄人迄个动作，咱可能袂知影意思。啊，互我再去甲咱翻译一下。所以咱今日要成就一个心灵富翁，一定爱有正能量。啊，咱先来看即个影片，伊甲咱讲啥物？无偌长哦，注意看哦，注意看。啊，等下呢，互学会当甲咱发问哦。哦，即个
囡仔咧，伊生个缘投无，各位前贤足缘投，但是伊福报无偌好，伊个下仔吼，人讲开喙啊，佫会通风哦。下仔拍出大空，伊个爸母咧嘛无钱，人个家己要相信下仔，所以而且借水影，借伊家己，为虾米伊会安尼？哦，借水影，可能因兜嘛无惊人互伊借啦。 伊来看这公园佚佗啦，啊，拄啊看到这个，佮另外一个小朋友，哦，遮尔咱缘投，穿了一双新的鞋啊，哦，那伫咱台湾真 Nike 的上值钱哦，做侪人去穿，每一个嘢拢穿 Nike 的。那么伊就甲伊坐做伙，伊看到伊穿一双遐尼新的鞋啊，心中有足大的感叹哦。但是各位前辈，咱注意甲看哦。 哦，伊家拍一个招呼，伊无爱家拍招呼，因为伊嫉妒伊哦。咱人贪心痴哦，伊就嫉妒伊。啊，伊就家己个鞋啊，镜头会当通好比看卖诶。各位前贤，伊来到这个树仔的时阵哦，树头坐落来，伊就甲这双鞋啊当做布袋伊通来拿。哦，正手举一骹，倒手举一骹，伊就当做布袋伊安来拿。 所以你看，佮会讲话哦。伊讲为虾米我鞋仔是安尼？哦，啊，就另外口我毋知啦，无公平啦，哦，伊讲我知影这无公平，但咱啥物拢袂当改变，我无想要安尼，我无爱穿一双遮破鞋仔。哦，我想要像头拄仔迄个帅哥弟弟吼，甲伊共年龄，要甲伊共款，要穿交伊共款一个新鞋仔吼。所以呢，伊就伫遐梦想讲我要变像伊安尼。 希望呢，伊个家庭经济来当像伊遐好哦。但是讲有经验，你敢知影为虾米伊伫遐忝？因为即个弟弟呢，伊虽然穿着新鞋啊，但是伊脚袂行，伊脚袂行，所以呢，伊妈妈呢已经送轮椅要来互即个囡仔坐啊。当伊看到即个小朋友虽然穿新鞋啊，但是袂走的时阵呢，伊足欢喜。伊也就是讲，哦，我虽然无新鞋啊穿，可是我会行会走。 我都会当跑步，但是迄个囡仔袂。那么各位前贤，即个短片就安尼尔。哦，即个短片呢，就是遮尔短。各位前贤，咱看完了后，咱是毋是有一个感受？啊，就是讲，咱每一个人心中心态一定有正能量。在这注意前贤代表，咱个人的因缘拢无共款，环境拢袂共款，哦。 咱话家啊，是真正有够好，有够好，有够好诶！吼，食衣住行拢免烦恼诶。为人家啊讲啊讲，无手无印哦，安怎怨叹就无法度改变。但是各位前贤，咱来到这个世间，个人因缘无共款，个人拥有诶无共款。因此才讲，咱爱珍惜咱所拥有诶，咱现在所拥有诶，爱感恩咱所失去诶物件。因此。 美国敢有一个活100岁的欧巴桑，哦，一个100岁、100岁的这个人瑞，伊讲了一句话，互我这2粒药仔，互我逐工吼，拢有咧甲食，嘛袂记去食哦。咱人生若要食这2粒药仔，各位姐姐，这世人你拢袂无钱，拢袂感觉讲你做善食。那么这个美国人瑞这个太太伊安怎讲？伊讲伊逐夜要困，哦。 因要困哦，拢食一粒感恩的。即个暗色的感恩的吼，要倒落去眠床困的时阵，伊拢食迄粒感恩的，迄粒叫暗色哦，就像咱的心共款暗色的感恩迄粒哦。各位先生，我即摆互咱来去食呢，知无？知。各位先生，这头前个前贤老菩萨，所有人咧讲到有听着，我阿华古绝对有听着，因为听甲。暗时要困，迄粒感恩的甲食落，啊，甲当做一粒心足感恩的迄粒红的哦。啊，若明仔载会当爬起来咧，困会当爬起来，各位前贤，着爱食迄粒猪脚，啊，迄粒叫做青哦。透早爬起来迄粒猪脚爱食，因为咱有精神啊，对不对？会当落来穿眠床迄双鞋啊。像拄则咱电脑师咧讲的迄个四金箔。 伊是阴暗12:41个有甲讲，你凯拢无起来放尿。伊讲吼，我今日毋知，我无想要起来放尿。
5点外爬起来摸的时阵，已经飞天骄气啊！各位前田，无常是伫咱的身边，无时无刻咧甲咱对话。所以各位前田，只要咱透早6点甲入去，头前这老菩萨像互我60岁以上的65岁咧领老人年金的前田，咱引导6点起来爱食迄个猪脚，就是讲高猪脚，我建议各位当来过24小时的这个生活各位当有健康的身体来做我想要爱做的工课，而且如果来做修办道的工课咧，会搁较好业会搁较美好所以呢，而且咱今日要做一心灵的富翁，各位前田，咱绝对爱学习圣经所以呢，而且我要来一个经验内底甲咱做一个分享。伊讲，这是咱师尊老大人讲的。伊讲有一种话，世间人永远无法度甲伊拆穿的，迄种叫老实话。各位前田，其实咱若修行了后，咱咧讲话呢，都会较老实。那么，啥物上老实？其实我讲的、你讲的嘛，拢无对立，拢有相对但是呢，圣言了，就是经典。圣言先会所留落来经典，伊是绝对真实。所以咱才讲佛伫金刚经内底讲，佛是实依者、如依者、不异依者、不共依者，伊是一个实依者。因此，咱今日研究真理一定要学经典，学三藏12部经典、四书五经，就是要互咱化咱众生的知见为佛的正知正见，就是老实话。这永远无人讲会当甲拆穿。孔夫说：“子曰：不学礼，无以立；不学诗，无以言。无学礼，无以立；无学诗，无以言。”咱无法度甲伊推翻人讲有礼走遍天下，毋则讲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就是爱学礼。那么学礼就是爱学礼。那么孔夫子讲的，咱袂当甲伊推翻，讲并无学讲，对不对？所以这就是真正的老实话。有一种水，世间人永远无法度用真理，迄就是咱的智慧水，咱本来苦酒因为咱各位前贤在座诸位前贤，敢有还未开智慧，还未求道，敢有？应该有今日敢若有新道亲来啦所以讲咱今日若还未开智慧的，各位前贤，咱下晡咧会当报名来开智慧。那么开智慧了后，咱就知影讲咱原来有一个真的我，有一个自性佛住伫黑关处。修行水止了后，咱就会当去了解讲，原来我有苦足、依得更足足的智慧。那么这智慧，咱本来苦足，各位前贤，为虾米一个20岁也好啦20岁就结婚呢？互合，而且甲咱各位前贤头讲，互我21岁就结婚啦。阮阿母今日拄啊感冒无来无伊就搁想着过年，讲无采咧互我读册，21岁就嫁出去。那么各位前贤，21岁结婚，生囝了后，伊敢会当会晓顾即个囝？互我迄阵足紧张呢有小朋友的时候，紧张了知影，安尼面通起来要甲即个小朋友洗身躯拄落，哇！一个还没搁抱起来，拢无洗，包包会搁穿穿的。但是呢，第一届袂晓，第二届袂晓，第三届我敢会晓，绝对会。所以咱孔夫子才讲，为有学养子而嫁也。无迄个讲学要饲囝才来嫁，无迄个啦，绝对拢边学边做边调理。那么为什么咱会当遮尔教？就是咱本苦足这个智慧水。本来苦足这个智慧，拄着代志的时阵，有法度人真正化烦恼为菩提。所以讲咱每一个拢有各位亲戚，咱爱好好去甲伊发挥。有一种啦，世间人咱永远无法度甲伊卖一个仙分。像咱佛道顶悬的咱的祖师爷，咱的老太姑父，咱的迄个济公王佛，各位亲戚，咱看着毋是咱看着会拜尔小朋友看着袂晓参加毕业嘛，也可以晓合掌来拜拜。这也就是咱无法度忘记这个成仙分若咱搭伙祖先嘞，前3代拢袂记啦像护法真经会记，阮阿公叫詹顺成，阮阿爸叫詹清明，到我这代，阮阿祖名叫啥我毋知。所以呢，各位前贤，成仙分是咱世间人无法度来白一个。咱爱
爱学圣贤，所以咱较爱学圣贤。来，各位姐妹，咱今日既然来到这，伫即个人生，三者打开普渡、天泽、地泽、甲人泽。那么咱各位姐妹，咱今日会当人生难得以来得到这个人生了后，咱是上界好修的。那么咱本来是佛，咱才有法度成就佛道，而且互我要甲咱各位姐妹分享讲，成就一个心灵富哦，一定爱先美化咱的心灵。美化就是讲爱听道理来内化，内化着咱，而且众生的智慧为佛的正知正见，学佛菩萨来挥洒生命，像咱的前人，咱的电传师。咱电视是最近较无出国，咱较有看到伊啦。若过去，伊常常出国的时阵，咱一当要看到伊无几遍。那么为什么伊着爱这么辛苦？像啊空中飞人遮辛苦，不过伊就是咧美化伊心灵了后，要当挥洒生命来，今日就是记得代志，互咱每一个人拢会当东江拢会有点，这就是咱要成就心灵的富必备的一个条件。必备的一个条件，那么互他接落来就要来甲咱共同来分享着咱即个心灵富翁的资料好，第一点呢，互他要来谈咱即个人生。那么要谈人生进前呢，各位同学，咱阁先来看一个影片今日有够赞的，就是讲看影片那么即个影片内底爱注意看这是佛陀甲伊一个徒弟的对谈。那么这个影片内底嘛讲到咱的人生，非常的真实互我看了这个影片了后，互我感受讲，摕出来甲咱各位亲戚分享，咱会深深的会当体悟讲，咱人生内底啥物是真实，啥物是咱会当讲知足就好的物件，这叫做水中物这是佛陀甲伊的徒弟的一个对谈。这个少年的呢，伊就真哭。为什么哭呢？这佛陀就甲问伊讲少年的，你哪伫遮咧哭？伊讲阮老爸呢，破病死去当然失去亲人，这是上界悲伤的代志。伊讲我你拢常听我讲法，你讲紧说法，你拢无听入去。讲是佛陀，那么你应该听我讲过。生老病死，人生无常的道理。各位姐妹，生老病死无一个人会当避免的可是我父亲还很年轻。伊讲我爸爸佫是少年的，为什么着你破病死去为什么伊袂当活较久的？所以讲，孩子咱爱知影人生生命的长短是用岁几岁的来估计就讲无用几岁来算，要用啥物来算？佛陀，我很担心我父亲过世之后会怎么样。伊烦恼伊老爸咧死了，人类对去，我怎么会去到天堂呢？唔知有等伊到天堂无？好吧，孩子，你担心的问题还真不少呢。你现在去哪里了？伊讲叫伊去两个两个迄个倒来，一粒庄石头，一粒庄油，要伫河边互伊做一个实验，互即个徒弟咧会当真正体会人生是啥物。所以伊就一红底油一红底石头各位姐妹，咱注意甲看一红底油，来一红底石头。伊讲叫你甲即两壶放入去河内底、海内底，用水来同时各互看。伊叫你各互看了，你着用心来看倒。伊倒咧，互油咧会当流落水底。石头会当浮起来水面，各位姐妹，敢有可能
可能石头仔动较紧，对不对？也可以记得。啊，真正伊就要开始做试验咯。因为咧，即摆就掠吹啊，吼，要来讲即两个，一个底石头，一个底油。那么做自然咧，即个油一定是浮起来，石头一定沉落。哦，伊讲，你甲讲人话较简单啊，其实咱人的习俗吼，人讲会讲，想要转去的无转去啊，啊无想要转去吼，就，迄落我爸母想甲咱带转去，后尾拢伊就是遮家己记得，沉在水底，石头浮起在水面，浮上来，伊就咧记得啊，啊敢有可能？有可能哦。这个就得来甲这个囡仔讲啊，叫你看。这就就是像咱的肉体，这个学就是像咱的肉体，甲咱做过每一项代志，石头甲油就是像咱做的代志哦，啊学就咱的肉体哦。做好事的，就是像甲油装油，像你看，以爱心动物，咱食体解上，再无杀生害命的人就是善事。啊，若是遮偷摕人的金钱的人呢，哦，杀得伊奉酒的呢，这就是无好的代志。那么这油就是讲，像咱每日圣义先分，甲咱在座水间大家为当医先付出的，吼，伊名声会名留人间道成天上。啊，像这石头呢，是讲咱做的，伊无好的代志，恶业是恶业，会万般带不去，唯有接随心。所以而家就讲，咱人的性命，毋是咱性命长短，去包括无内底装的物件。即马就一定是体悟啦，体悟着这人生原来伊的爸爸的肉体虽然离开咱，但是伊的精神呢，永远留伫即个囡仔心目中。相对注意这个代表，这叫做啥物？所定有福。那么咱过去圣义生活，因普度众生所留落来，而且定的，也就是咱即马。这影片呢，就到这个所在去哦。那么各位前人，其实这就是咱的人生。那么咱啥物叫做人生？对咱满一个到这个世间，到咱有一天三寸回灯，等于到天堂啦，无两样吼。叫起这个阶段就是咱的人生。但是人生足重要，人生的过程内底，你有甲十恶业化为十善业哦，做善业无？还是讲咱讲去做恶业？这就是重点。为什么讲咱求道了后，一定要透过修行学道、行功立德，咱才有法度通拄着咱一本心灵的富翁的功德的教训图啊。所以人生足重要，来互学。咱拄则看这影片，安尼敢看有吗？有吼，谢谢各位前贤啊。哦，毋是这个肉体尔咧，佮有咱所做咱的心念，甲咱所做言行举止哦，十善业。而且过程内底，咱上天就去甲咱记载，而且嘛，互咱讲啊，咱行功立德啊，功德是点点滴滴的累积，哦，伊绝对互咱扎入去的，吼。来人生，人一生到底是咧追求啥物？有时啊，吼，咱若有看迄个顺治皇帝迄个出家诗，咱就知影，来时糊涂去时迷，本来无爱来，为什么搁来人间走一回？等甲伊要转的时阵，伊毋知影要转去佗。这是咱拢求道的时阵呢，佛法嘛会讲三宝，吼，咱会甲咱的心道亲问：生从何来？咱对对来，咱都普通吼，拢会讲我是我爸爸妈妈生，但是咱人有两位哦，一位是绝对是来自咱上天赐予咱即点的灵性，所以咱人有灵魂伫的才会讲话，对不对？啊，来即位来自于父精母血。老爸母予咱的即个肉体，毋则讲肉体受之如宝，不共非常。那么来到这个世间了后，来做人，那么咱咧追求啥物？普通咱人个无求道，无伫修道的行列内底，咱追求的就是名闻利养，哦，就是讲我要安怎1箍要趁到2箍，2箍要趁到4箍，拢要打无的。但是若如果咱今日修行学道，了解迄个事实了后，咱可能会去出。哦，
毋是讲来长拢免做工课的，爱呢，毋通爱做工课哦。就像学校即马伫咱私人教育班新民班内底，做些少年家吼，冇咧读书的，冇咧趁钱，但是呢，因一个月就用一天来分担受6种免疫的教育哦。我直接看，敢若阮恁班的同学呢，清华这里啊，阮恁班的同学。那么咱来到4年教育，就是要求啥物？求咱心灵福哦。因为有6种领域的这教育，道义有经典，有文理，有道观，哦，啊，搁有记忆，啊，搁有辅导，啊，晓学儒家，晓学插花，啊，咱听经典，哦，美化咱的心灵，啊，咱学道义，互咱学着做人的道理。那么而且咱人生所追求的呢，如果若是有形上的物件，拢是希望的，咱绝对早袂回去的吼。亲像迄四种报回去啊，迄个因为伊回去，伊一工透早互发着去啊吼。啊，咱四叔公就讲，甲阿孙讲，阿孙诶，阿嬷吼，浪费即笔铺仔的钱要安怎？因阿孙甲讲安怎？阿公转落你的口座，安尼有够客等于无？转落阿公的口座，所以讲各位前缘，人生像一场梦，到要转去哦，这车已经上完啊，已经上完啊吼。来，人生是来啊空空，去啊空空哦。来到这个世间，咱若困到西过红暝啊，咱就知换一个啥物拢无来哦。啊，要转去，各位前缘，穿迄衫若去火葬场火化了，昨12点去捡骨是剩啥物？剩一暗的白骨。剩一红的白骨，阮昨天去佛山镜头，若剩一红尔，哦，啥物拢无，伊穿的迄衫拢烧了了啊，哦，啊，有落迄120箍嘛，可能火化掉的人拢捡去啦，外款12个，即摆以前是1箍的啦，哦，啊，即摆是10箍的，哦，10箍的放12个、16个，但是迄拢火化掉捡去啊，绝对拢无值得去，所以讲来啊空空，去啊空空，人生是一连串的空欢喜，但是各位前缘后壁。即句足重要哦！人生是一连串生命高调的创造甲超越，操纵伫咱的手中，哦，伫咱的心。毋则讲修道修心，办道尽心。只要你有心来修办道，各位前缘，上天互咱的机会是平等的，哦，伊无讲你较水，哦，才会使来，还是你较歹，你袂使来，绝对拢是平等的。因此，咱的人生的过程内底，咱家己去创造，家己超越。互我伫过去咧，咱助理甲咱刻个领领哪会溜个？迄阵要叫互我学工书的时阵吼，互我拢甲我，迄阵领领甲我同学，为什么再重新启动吼？不记真，歹去啊！甲互我讲吼，叫互我学工书，我甲讲我袂晓讲道理，哦，若要安尼讲话哦，互我可能伶牙俐嘴。足好讲的，足好讲话，读册就甲我讲话，啊，少年嘛足好讲话，但是要讲道理，各位前缘，毋是遐尔容易啊，毋是遐尔简单啦，哦，你像咱或许在这里有看到我们校长呢，嘿，校长，或许看到你了，哦，够感动的，因为呢，伊嘛有去读咱4年教育啊，有一天啊，伊头一摆听着论语，哦，就是咱杨永平先生讲的论语，那么伊就甲互我问啊。啊，恁这讲书是读啥物的啦？为什么这论语吼讲遮尔好？我甲讲吼，读到阮有一间大学吧，因为互我嘛毋知伊是大学毕业是高中毕业，但是互我是知影伊是糖厂的主管。那么这个过程内底，互我感受讲，为什么这样子？上头咧困，恁诶政府只讲仔是呢，出着东坡恁大拢咧困，恁今仔去办会敢有通过？哈，当然主领主拍赢好啦。好，各位先生，其实呢，咱人生就亲像一块金光的宝石哦，所以咱的回生就亲像一块金光。过去佛陀伊讲，咱的佛性就亲像金
讲呢，遐囡仔坚，遐囡仔定。所以呢，各位姐姐，只要咱家己发掘，家己创造，家己开发，其实咱是有一粒魔力宝珠。咱每一个人拢负责了一粒的这个魔力宝珠。所以呢，人讲经不读不成器，字不读不成器，不第一，就是这个原因。为啥物咱爱来受教育，爱来听道理，就是安尼。啊，无人讲话讲，伊早互我常常咧讲，阮讲叫我来听道理，我讲爸爸，道理我拢捌。还要煮饭，还要去上班，还要顾囡仔，还要顾功课，安尼就去听道理。但是呢，自从互我进入道场学习了后，才知影讲，哇，学言无地不足，知影咱不足的所在有够多。圣贤先佛所留落的经典，咱要研究有啥尔啊有意？咱嘛来教佛堂听着前辈者咧慈悲呢，才知影讲咱捌伤少啦，但是呢，各位姐姐，咱袂要紧，咱讲。咱师尊老大人甲咱讲，修道越少越好，愈少年来学愈好。互我36岁开始学，我拢常常讲，互我上悬学。但是烦恼愈好，因为咱年岁虽然济，但是袂要紧。只要人若学一届，咱学10摆，咱学10摆，咱学100届，咱学10届，咱学1000摆拢袂要紧。只要咱有心来学，各位姐姐，过去南海古佛观世音菩萨会当成就南海古佛，就是讲伊在生的时阵会当放弃荣华富贵，放弃伊是妙善公主的这荣华富贵呢，而来普度众生，成就了南海古佛。那么当然，这也就是其中内底有创造甲超越伊众生的境界，因为呢，伊今日普度众生，发了沧海的众生，如果若无度尽。世不成佛，而且伊言内底伊来成就了南海古佛。那么各位姐妹，相对的咱嘛是同款，我们同样可以，但是绝对要甲南海古佛呢同样的拍拼，用修道呢，一定要甲伊同款，咱甲好多成就。咱拢每一个人有一粒魔力宝珠各位姐妹，互我哋才讲一个小典故，就是讲有一个流浪汉。有一天咧，摕一块碗，逐工拢摕迄块碗去共乞食，去分饭来食就对啦。但是咧，这个流浪汉伊是骹手啊好，就是讲四肢健全，而且咧嘛生甲真严重。可是咧，像我拢爱解药还是流浪汉，因拢爱去趁钱对毋对？因拢安怎？去分，那么伊去分的过程咧，较有人要分伊。各位前今日若迄个人来，四肢健全，四肢健全，身体健康，咱敢要分伊饭互伊食？绝对无啊！若互法绝对无啊！互法无迄落遐大个迄落，除非就是讲好啊，我一块米粉互你，一块米粉互你食过去有一个就是拢会去阮爸爸我讲人做慈悲的，伊会甲讲，迄落迄伯啊，你200块互我敢好？100块互我敢好？安尼啦结果咧。迄落，阮爸拢讲，互你100，后座来互你100，到尾啊，互我知影了后呢，我讲爸爸，毋对你袂使常常钱互伊，来项脚踏车我甲你骑去呢，你一届互伊100，两届互伊200，伊后届你定定来。后来我讲爸爸，我底饭互伊食，真正咧互我，人有意思，互我拢会提饭互伊食，嘛拢会去咧表示阮妈妈。但是后来，爸爸讲无，爱互伊家己煮，所以若来拢会摕一包米互伊啊。各位姐姐，即个人共款，落人共款，伫迄电话就去死。但是呢，咱正常的人看你讲，你爱去趁钱啊，你莫爱这身体这健康，爱家己去趁钱，你安尼共分感觉做无自尊呢。所以呢，伊听着了后，伊感受讲，我即块碗就是破去啊，起一起啊所以即块碗分无物件，伊就甲迄块碗担掉。